同学们好，我是赵老师。今天我们来学习 A 是 A 可是。同学们，你们觉得汉语难吗？我们先看看马克和大卫他们觉得汉语怎么样。你觉得汉语难吗？汉语难是难，可是很有意思。刚才大卫说了什么？对，汉语难是难，可是很有意思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。你们喜欢吃火锅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好吃，味道好。为什么不喜欢？因为油比较多，很辣。那我们可以说，火锅的味道好是好，可是太辣了。听说你在学滑冰，滑冰这么难，你为什么要学呢？因为你喜欢。还有呢，因为很有趣。那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同学们想一想。对，滑冰难是难，可是很有趣。安娜，你喜欢吃蛋糕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好吃。玛丽说她不喜欢吃蛋糕，为什么？因为很甜。那玛丽可以说，蛋糕好吃是好吃，可是太甜了。同学们，跟我一起读：火锅的味道好是好，可是太辣了。滑冰难是难，可是很有趣。蛋糕好吃是好吃，可是太甜了。所以，当你不同意别人的看法，不想直接拒绝别人的建议时，可以用 A 是 A 可是这个句式。同学们，我们一起来做练习。老师不喜欢喝咖啡，你们喜欢吗？为什么喜欢？为什么不喜欢呢？喜欢，因为咖啡好喝；不喜欢，因为很苦。那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同学们想一想。对，咖啡好喝是好喝，可是有点苦。如果你喜欢喝咖啡的话，你要怎么说呢？对，咖啡苦是苦，可是很好喝。这是对上海，上海的夏天怎么样？对，很热，可是常常有风。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对，上海的夏天热是热，可是常常有风。同学们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们怎么喝药的？对，是妈妈喂我们的。因为我们不喜欢喝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苦。然后妈妈怎么说？对，药苦是苦，可是很有效。同学们看看，这件衣服漂亮吗？漂亮，可是很贵，是吧？那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同学们想一想。对，漂亮是漂亮，可是太贵了。我们再来听一段对话。听说你很忙，晚上你还可以跟我去看电影吗？忙是忙，可是我喜欢看电影，我会去。同学们，你们觉得玛丽会去看电影吗？对，因为玛丽特别喜欢看电影。她很忙，但是她还是想去看电影。刚才我们学习了两段对话，第一个人说这件衣服很漂亮，第二个人说漂亮是漂亮，可是太贵了。第二段对话，第一个人说你很忙，第二个人说
忙是忙，可是我还是想去。A 是 A， 同意对方说的话，可是说出自己不同的看法。同学们，我们来玩个游戏，这是对菜谱。请你们自己想一想，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，但是最后要说为什么选了这个菜。比如说，我喜欢吃麻婆豆腐，因为麻婆豆腐很好吃。我可以说麻婆豆腐辣是辣，可是很好吃。如果我不喜欢吃的话，我会说麻婆豆腐好吃是好吃，可是很辣。同学们，请你们开始点菜。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里的 A 除了可以是形容词，还可以是动词。比如说，这是对长城。大卫，你想去长城吗？当然想，可是最近很忙。你可以说，想是想，可是我最近太忙了。安妮，你喜欢这个包吗？喜欢，但是你没钱。你可以说，喜欢是喜欢，可是我没钱买。同学们，我们再来快速的总结一下今天学习的内容，跟我一起读。汉语难是难，可是很有意思。蛋糕好吃是好吃，可是太甜了。喜欢是喜欢，可是我没钱买。下面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。同学们，你们是不是喜欢去旅游？去哪儿？怎么去？在小组里面讨论。比如说，我喜欢去哈尔滨。听说哈尔滨很漂亮，我们去哈尔滨吧。哈尔滨漂亮是漂亮，可是太远了。哈尔滨远是远，可是……同学们，你们是不是累了？但是我们怎么样？都也很开心、高兴。那我们可以说，累是累，可是我们很开心。今天学习到这儿，同学们再见，谢谢。